7月26日，根據港媒嘅報道，曾志偉、錢嘉樂、蘇永康以及係知名導演陳德森出席養老院裝修動工儀式，大家一齊切燒豬，場面熱鬧。曝光嘅現場照片入邊，曾志偉企喺 C 位，佢就着咗一身黑色嘅套裝，打扮大方得體。自從做上咗 TVB 高層之後，佢變得越嚟越成熟穩重，大佬風格十足。罕見露面嘅陳德森導演以黑色外套搭配白色嘅休閒褲，衣着樸素。已經63歲嘅佢，頭髮花白，皺紋還生，老態好明顯啊！但係佢嘅精神狀態都仲好唔錯，亦都係好老當益壯嘅。鍾意睇港產片嘅觀眾朋友對陳德森導演一定唔陌生。早喺70年代末佢就入行㗎喇。最早嘅時候佢係當臨時演員嘅，因為頭腦聰明、反應快，佢被徐小明導演睇中咗，簽約亞視前身嘅麗的電視，開始做編劇寫劇本。才華出眾嘅陳德森，實力備受業內人士嘅認可，好快就有機會做導演啦。多年嚟，佢先後執導過《十月圍城》《特務迷城》等經典電影，同金城武、吳彥祖、成龍等一眾大咖都合作過，攞過唔少嘅獎項，實力唔差。不過陳德森呢2年嘅產量唔高，好多人以為佢準備退休噶啦，原來佢係忙住同曾志偉等人籌辦老人院，希望照顧孤寡老人。受訪嘅時候，曾志偉透露陳德森非常有愛心。佢係呢一個計劃嘅牽頭人，我哋仲獲得咗120位義工嘅幫手，同埋一眾藝人朋友嘅踴躍支持，計劃先至可以順利展開。